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鐵叔公公小姨媽頻道。今一集要同大家分享，我參加咗一個3日2夜粵北之旅，價錢就係799，究竟抵唔抵呢？不如大家一齊嚟睇下，食住玩究竟有啲乜嘢？哇！今日呢係平時嚟噶，好多人，各大旅行社旅遊旺季。11月金秋之旅，依家喺香港嘅旅行社，如果喺外地團啦，大部分啦都會喺福田口岸啦或者深圳灣口岸集合嘅。但係呢，我就覺得呢兩個口岸集合呢都棘地啊。點解？嗱，一就人多就必然㗎啦，其次就係要你拉住個篋或者拎住你啲行李行幾耐？行大概10幾分鐘啦，先至可以等到個大巴。咦，有好多小姐姐喺度做乜嘢呢？原來呢係派啲個旅遊簡介啊，真係好多人排嘅。我攞咗一沓啊，你睇下呢個又派，我一定攞好多嘢派喎。原來真係，哇！多謝啊，多謝啊！唔使去報名㗎，係咪啊？哇！真係好多嘢排。終於上車啦！啱都講啦，除咗福田口岸之後呢，就係深圳灣口岸。深圳灣口岸出嚟，其實都行一段路先至可以上到旅遊大巴㗎。嗱，行程就唔講住，最緊要都係食啊嘛。嗱，先嚟睇下咁多餐，我哋食啲乜嘢？由口岸出發，第一個嘅行程景點就係中午飯。呢個特色菜好似盤菜咁啊，係啊，有啲個素嘅魚翅同埋素嘅海參。呢個盤菜嘅味道都唔錯。第一日嘅夜晚飯，我哋就喺酒店裏邊嘅餐廳食。裝修幾豪華，但係裏邊啲射燈射住我背脊，哇，熱到不得了！睇下食啲咩嘢先。始終咩呢？其實粵北大家知唔知道係邊度啊？其實粵北就係講緊清遠。清遠唔知係咪客家人比較多啲呢？啲餸菜呢真係幾鹹下㗎。同埋呢，大家留意下由今餐開始睇下，究竟有一樣嘢係幾餐都有嘅，知唔知係乜嘢？好啦，第二日嘅中午飯湯就咁濃啲。大家參加過啲廣東團啦，真係餐餐都有豆腐㗎，鍾意食嘅朋友就會好鍾意食。清遠呢，雞就最好味㗎啦。8餸1湯，白飯任裝，用黃豆做嘅菜式都有3種啊。一開始講咗，今次參加嘅團呢就係799蚊。只有一餐特色菜，其他嘅都係家常便飯。清遠雞就一定有㗎。另外呢條魚係每一餐都有㗎。當時報名嘅時候呢，旅遊公司呢就介紹粵北之旅，亦都係佢哋嘅首團喎。哇，講到呢就係銀杏啦，同埋睇紅葉。點知就咁，其實粵北呢就係清遠，不過清遠就幾大嘅。講返第一晚嘅酒店，呢個位置呢就屬於瑤族嘅。其實呢，唔知大家有冇浸過瑤池呢？浸瑤浴呢，其實對身體好好㗎，但係旅行社係唔包浸啊，要我哋另外俾錢。頭先大家都睇到酒店嘅大堂係比較舊嘅，房間裏邊嘅設施呢，全部都係新裝修過嘅，感覺都唔錯。團費呢，頭先都講咗啦，係799蚊，但係我要自己一個人一間房，所以單人嘅房費另加460蚊。好啦，再嚟講一下第二晚。呢個酒店呢，就係溫泉度假酒店，呢個區呢，都幾大㗎，因為以前呢，係有一個高爾夫球場，但係荒廢咗啦。喺呢度嘅度假酒店呢，差唔多有幾十棟咁多。我哋就參加團㗎，究竟一棟別墅要幾錢呢？先嚟睇下房型先。今次呢，我哋一行就11人，咁所以呢，就分到2棟別墅，每一棟別墅內置呢就有3個套房，每個套房呢都有2張床，套房外邊呢就有個泡池，即係有個溫泉池。
每間房咧大細都不一樣喎，好似我一班 friend 咁樣，抽到大或者抽到細都冇所謂。但係如果得2條友去旅行，住呢啲房咧，我就覺得就唔係幾好，因為點解咧？個客廳外邊咧就有卡拉 OK 同埋有麻雀嘅，屬於叫做夜晚有啲娛樂下啦。如果得2個人參加就咁，你分到嘅房，如果抽唔到間大房，抽到間細房，會有少少失落噶。每間別墅啦，大廳對出咧，嗱呢一個咧就係公共嘅泡池啦，但係呢個泡池要俾錢個200蚊開水一次。我就覺得，如果大家去旅行，好似我今次同一大班朋友一齊去住啲類型嘅別墅呢，其實真係幾開心啊！但係如果得2條友呢，真係唔好住別墅區咯。嗱，講翻呢3日2夜，其實嘅旅遊景點呢係乜嘢啦？就係粵北之旅啊嘛。其實就喺清遠，包括地方呢就係蓮南啦、英德、新豐，賣點呢就話可以睇到銀杏林。銀杏林就咁就嗱，呢度咧車行我又見唔到，人行嘅地方我都見唔到。嗱，第2個景點咧就係主打粉紅粉袋草。嗱，大家睇唔睇到啊？嗱，先嚟睇下呢張圖，我係冇去過噶，因為真係唔夠時間。個園區好大嘅，大家見唔見到好多細嘅山仔啊？係啊，呢度有一個稱號叫做廣東小桂林。嗱，因為地方大，所以我哋就買咗小火車飛。坐呢個小火車咧就係40蚊一位，就包來回，咁咧就可以喺個園區就兜一轉。終於見到粉紅粉袋草啦！成個園區咧有一片嘅片區啦，影相真係幾靚嘅。呢度真係好多打卡位，但係俾我哋嘅時間咧都係得2個鐘嘅啫，所以必須要坐個小火車先可以睇一圈啊！喺呢段視頻咧接近尾聲啦，但係咧大家睇唔到我有剪輯紅葉世界喎，因為咧呢個紅葉世界真係非常之失望咯，因為我係見唔到有好多紅葉，所以唔值得拍俾大家分享。好啦，今日視頻嚟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仲未訂閱鐵索姑姑小姨媽頻道，請你支持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、留言，多謝收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